继续要带大家看到，若是干来救菌，根据统计，超过一半台湾人拢有腰酸背痛的经验。有的是去靠拳头师推推的，若有的是去看汉医配方。即马就有一款上新的机器，讲是叫做气痛机器人，会当用2款无同款波长的光谱，照听得痛的所在。也毋过这个介绍是无俗，另外有些的护林人、癌症患者拢无适合。顺着它这个机理这样子。 配方过无3分钟，就规个拢足红的，腰痛、肩胛头酸痛，找中医来通血咯。你就发现它其实原因是出在它的肝肾这个部分已经老化亏虚了，所以我们就会开始给它补气啦，补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补肾气，然后养气血。 现代人姿势无好，生活无正常，常常感觉腰酸背痛。传统的疗法，不管是哑铃、针灸，还是配方，拢真受病人的欢迎。惊痛，还是袂堪要别人出来哑铃的人，最近嘛出现一种新的技术，就是雷射机器人。好像有一点。机器人会射有2种破烧，甲要雷射光出来，改善酸痛的情形。上接看治疗方式比一个传统的哑铃敲骨，主要是调整筋到骨头的位；另外一种浸泡治疗是用高声泡破坏组织，才搁中间。雷射机器人是用能量真悬的雷射来互组织再生。治疗方面，强度上悬的浸泡治疗上少解，雷射机器人爱治疗5解到10解，上少爱开1500块，算咧无讲真俗。不过治疗的时阵感觉较袂遐痛。 年纪小的小朋友，或者是年纪较大的我们的老人家，他可能不是在做治疗上面不是那么方便来讲，他们是希望可以在比较密集的治疗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改善。它同时会合并有光机械的效能，它也有一部分的物理的部分。不过物理治疗师讲，雷射的原理是甲光谱转做热能，有心的人、着感的患者，也是有赤字的人，拢较无适合。酸痛800种，要安怎治疗？恐惊也是爱先问过医生才做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